仁爱乡的立行商业道路大细地石头一直对山顶落落来，当那是咧落石头雨，那地头卡阁有真大声的声音。来了！啊，你要喂？刚刚下大雨，都很大颗。哦，你看有一个很大的。哇塞！石头落来造成影响，地头卡的工作人员各民众嘛赶紧离开，而且用手机甲这个画面翕落来。这是立行商业道路15.8公里翠峦路段，因为岩层破碎，阁无稳定，自昨暗时开始，都石头一直对山顶落来，嘛影响到在地民众通行的安全。近日因地震、下雨频发生坍方落石，严重危害民众通行安全。天气状况不是很好，还在落石。崔敏市都还可以从别的条路出来嘛？大概目前我们就是走台八线了。道山已经把石头刷走，施工人员通过时要是会惊。目前嘛暂时把这个路段封起来，施工人员嘛根据状况，还有天气的情形来进行畅通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